他不能去从嘛更放松，电脑也拿承得了，俺做国际谈在蒙古去，那哪里热带做几个都在在那里人多啊，俺做从嘛人中呢几大，俺做从嘛人中呢，讲着是个这个嘞，转起来了，俺做国外的这份，转起来了，我呀，啊，电脑去那，咱们的全部就是广告才能那这个。对，咱们这才我这个我不参加，我爸妈给参加的嘞。现在是我这次记得呀。对我爸妈给参加个，咱们在有一些都能让我他们来那个公司懂的嘞。这个我呢，从会的那看书的那自然我不说话的，我不说那个我看书个拍人的爸妈演的嘞。我对这个但你就讲的那个这个头头的参加个，他们的当上个参谋嘛，我也拍演的。你那这个米泡啊，当我拉巴拉说话，他们有这个就讲那看个人的当个怎么才有呢？这不是嘞。但这个呢，他看的那工钱不够几嘞？但这个这个江头的。呀，但这个过的这个看出来，但这个新疆的过的，新疆的过的，但那种农村那么的那不把咱们的这个全国的打打人呢，但对了，跟着都打你的，啊，对说老牛这些上面个，老牛他说功课呢，这个打都不打这个来的嘞。打啥要不中，我你用吧，干地务的，民老人咋不中？说提前考的现在都没有的。那是，这些钱。呀，那就是给忙把俺做播个谈战都是同钱，养过大等朋友担心么的，但的包容的过程的，都说的够了嘛？呀，这个小娃那么说，忙把那这个没人的很苦的，没人的小娃也把它这通转去得了手，呀，把这在呀，电脑呢，做俺电脑的呢，就是天在蒙古，俺是跑在蒙古跑是吧？俺家呢打老牛了对吧？人家老年人呢打天在米啥个确实那个起里边个，那里天在菜店蒙古去要嘛的，技术也那用俺老年那里确实打个好像现在的。现在蒙古里头就懂得，朝上个现在那时候他去打和他的风景去忙音吧，你咱不里参加手的下对比较什么？就是想往哪里边要，那是，还有你是没办法，还有要，龙岗嘛一般，哈里把7000多对吧？是吧？那几十个都写个，赶紧钱。俺基本每天都老享受呀，吃饭了。基本都是那个来哇。呀，站起来了。呀，请你拍一个呀。中山来呀，请你看这现在有的。这个摊子那里的，他个给到那个摊子的人，咱们给客人啊，老在那说。哦，那是，那就是天气也不中嘎，起码就是个村里两个大街这些么那些。呀，这些得嘞。呀，那就是个摊子确实有呀，我这次。我这个摊子，咱们这时候那个罢工。工他家就拍有了，对，他拍有几了，我说的他过去那说的，过去我说给个人就的呢，别个的利息给几千钱的，的阿家的家是我说是看过节了哇，对的，哦，我这土不也不中干，他这是我说来的几的，哦，那你就是个你给罢工个单，做的，先把他的手工的。新办的，你那用阿叫都叫给对的。对。当然还就干啥啊？哎呀，我们干。现在这里蒙古这个地方有蛮多，是吧？我们个前头来干蒙古都挺远的，俺说的听了，他干学东西往他们考桥工给他就是个，云南的大部分粮食进口交不有。对，这哈里边要不的，这给你赚的很多钱嘛的。对，我们几十有种呀，看不出是。谢谢。来。啊，这是我这次记得。介绍一下嘛，这是我们的手抓牦牛肉，这个是我们的青州酱发糕。还有的我们牦牛肉包子，这个2包子。
做的非常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酒啊？我们藏区的特产吗？对对。呀，从那个年头了，家小农肉。这种俺个吃着西班的人呢，是东吃着西班人呢，俺了人把这个个话，俺人把面呢，你吃着做个嘛的吧？人的这种撒酱的呢，汤呢，还种300个不凶凶，人才搞的是呢，这种看种不就那样办都说，别没事办节目的啊，俺这个老兄是违法的。可这个rom美的格里那东这也比摊在蒙古是采用的，摊在但是团结。突然间个摊在这呢，参加说别那大成都中间的个你这个那个别嘛是把家钱包里呢，嘛我把里那用俺说2万钱包有啥人上这个3个钱包人送，但呢现在第二个可错了。没动穷人，他这个吃的，吃着钱不是马桶那样，俺说你个300个月，家属几个吃的样，马是，你俺说国际那样把蒙古酒的，可做大卫个，你打看在蒙古去里头把东呢，俺说国际那样蒙古去了，你三口的特别个吃的，你俺说你个年头的那是破一样，你俺说国际那样是充满在休假，该去的了。